的事项，即修即上法。我们去研究《金刚经》，要这几个观点所以在这里同学把它秀出来。经典的历史观点叫妙行无智。它妙行无智呢，这是无智行施，无智口来行一切事，一切无智口行施，一切不施于种。哇，三个纲要：禅师、法师、为师。三不施，把它延伸乃至六度，六度才能延伸于万种行来。这是一切上法。这一切上法为什么六度呢？我在这一点呢，或许有讲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上法，不是三界以内的十善法。如果三界以内的十善法，它只不过是一天，三界十善法嘴巴有12法，改为3善、4善。心贪吃马改，戒定慧包括生杀道品，就把它改3善，所以12法它有10善他搞不好什么道理，他还没跳脱阿罗汉的一境，他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六道轮回之中最高，它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你能够达到色界到无色界，那个意境很高嘛。但是你要记得一句话，它还没有跳脱离六道轮回。为什么呢？因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它涵盖于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在佛教法里，它讲到这个分段的生死，它不是叫变离生死。那什么叫分段呢？也就是一段一段。今天这一辈子要当人，我下辈子要当什么就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牛也是转世的啦，一些动物都是年纪转世的嘛，一段一段的来的。但是呢，变离生死呢，也是阿罗汉，他已经没有，他已经断掉本是这样。他变离就是在心里的意境在变上去的，他没有一段一段在。所以他，如果你在金刚经的第9部看，你想一想。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他虽然修当中品后，到思后以见后，他虽然思后断了见后，他修法术品后，他能够再断了，所以他慢慢再上去，到无明后来，到尘沙后，到无明后，他尘沙后与无明后，他已经跳脱于六道，他不是在六道，思后见后。是在进入入圣而已，他还没证到阿罗汉的境界，是在阿罗汉的路上在走，也就是正道。所以我们十善法，也就是以在六道轮回十善法，它十善法能够到色界、无色界，所以在这一点特别跟各位做一个报告这或许这个是一个世间法六度万行，这种无漏的善法来修行，你才能够证得无漏的善法或许一些从10在13、12改为13，再来阿罗汉的一个四圣谛，再经过于菩萨的12因缘法，我们做一个稍微讲一下，因为讲到第3法，我们就把这一段把它拿出来，因为